張柏芝現身兒子比賽現場，15歲謝震南霸氣扣球很帥氣。被問你會叫謝霆鋒來看兒子比賽嗎？張柏芝回覆笑翻眾人。44歲的張柏芝可謂是越過越忙碌了，她不再追求所謂的愛情，除了工作之外，其餘的時間皆交給了3個兒子。自從有了3個孩子之後，張柏芝也坦言愛情的佔比在她的人生中已經沒有那麼重了。5月11日，正值母親節，張柏芝收到了兒子們送來的鮮花，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了。上個月，謝霆鋒在香港一連舉辦了4場演唱會，兩個頂子謝震軒和謝震南也閃亮現身為父親加油助陣。就是這對兄弟倆的真容徹底曝光在媒體的鏡頭下。當然了，隨着孩子們的長大，即便張柏芝和謝霆鋒有意替孩子們保密，但終究有一天孩子們要成長，所以索性讓兒子們大方面對鏡頭吧。自從張柏芝復工以來，她的工作量非常大，各種活動參加不停，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會忽略兒子們的成長。就在母親節這一天，張柏芝現身上海某體育館看兒子們比賽，為兒子加油吶喊。為了防止現場的觀眾認出自己，張柏芝特意戴了一頂黑色的鴨舌帽，戴着黑色口罩，盡量做到低調，以免影響了比賽的氛圍。張柏芝不值地坐在觀眾席上，視線更是一刻都沒離開球場。看到精彩處，還瘋狂地鼓掌，也算是給兒子加油。15歲的謝震南身高已超170厘米了，平日里好愛運動。據傳謝震南是學校里的排球隊長，只見他身穿8號深藍色球衣，彈跳力非常高，一個霸氣地扣殺便輕鬆獲取1分。可謂相當的帥氣。在中場休息的時候，謝震南喝水的真顏恰巧被鏡頭捕捉到，這立體輪廓簡直像極了母親張柏芝。這顏色估計在學校里也是深受同學們的喜歡。大兒子謝震軒則是被外界譽為謝霆鋒的翻版，如今小兒子謝震南則被網友們稱之為男版張柏芝。兄弟倆可謂是各自遺傳了父母的優良基因。實在太養眼啦！別看謝震南看起來比較內斂，但他在學校里人緣極好，和一幫同齡人打成一片，大家時常一起相約去運動、聚會等等。除了愛好排球之外，謝震南還喜歡打拳擊，小小年紀更是展現出了一身的腱子肉。而哥哥謝震軒則和父親的喜好一樣，偏愛滑雪。為此，謝霆鋒曾多次帶他去國外滑雪，並把自己積累多年的滑雪經驗和技巧傳授給兒子。不得不說，張柏芝把謝霆鋒這兩個兒子培養得非常好，並沒有因為父母離異而讓兒子們有一絲的不自信。當然，這10多年嚟，張柏芝所需要的付出有多大可想而知。現如今，謝震軒和謝震南有了自己的奮鬥目標，張柏芝不需要太過操心，反而三胎小王子張禮成還需要張柏芝悉心照顧，畢竟才只有6歲。從張柏芝在母親節這天分享的視頻中，不難看出6歲的小王子看起來十分黏媽媽，即便張柏芝在工作做妝做時都要媽媽抱。不過，孩子們長得很快，轉眼就長大了。張柏芝坦言，再過1年自己就抱不動小王子了。一般家庭兩夫妻帶一個娃，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沒想到張柏芝一人帶3娃卻是這般輕鬆，看來她是真的非常喜歡小孩子，只可惜沒能再要一個女孩，打自己的美貌傳承下去，着實有些遺憾啦。王菲注定不如張柏芝，一次母親節，讓後者直接贏麻了。我什麼都可以不要，唯獨我2個孩子的撫養權，我一定要得到什麼。當張柏芝在離婚時說出這句之後，大家也終於明白，她遲遲拖着不願意離婚的原因，原來不是為了金錢，而是想要得到2個孩子的撫養權。她始終沒辦法接受孩子不能生活在自己身旁。剛開始的謝霆鋒不願意鬆口的原因，也和當年的歪招門事件有關。
他的心中自然也會有着一定的芥蒂。但後來考慮到孩子的成長後，他最終還是同意了張柏芝的行為。這一次的母親節也讓所有人看到了張柏芝當初所做的這一個決定究竟有多麼正確。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讓不少人認為王菲注定不如他。一、對感情態度不同，努力奪撫養權，其實並不是說王菲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在這件事情上，從他女兒竇靖童的評價就可以看出來了。就在這段時間，竇靖童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就覺得王菲對於自己而言，不僅僅是擔任的是媽媽這一角色，同時還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和身邊的閨蜜。從他對母親的評價也可以看出，王菲在現實生活中絕對對兩個女兒也是很重視的。明明她也是一個很合格的母親，為什麼還有人拿着她和張柏芝來比較？這就得提到兩人對待感情這件事情的不同選擇了。在結束了多段婚姻，生下了兩個女兒之後，王菲仍然對感情是很期待的。這也是為什麼她又和謝霆鋒走在一起了的原因。雖說她現在確實和謝霆鋒很是甜蜜，但還是有人覺得她和前任復合，其實對兩個女兒來說都是一種傷害。畢竟再怎麼說，孩子肯定也只會站在他們親生父親的這邊。和王菲的這種行為有所不同的就是張柏芝了。人人都說她的私生活很亂，和謝霆鋒離婚之後，肯定也會給孩子尋找不同的後爸。但從現在她仍舊單身就可以看出，謝霆鋒當時所說的話其實是非常正確的。時間來到2011年，當時張柏芝已經知道自己的感情堅持不下去了。那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直接選擇離婚？難道是因為在金錢這件事情上兩人產生了分歧嗎？其實關鍵的原因是在兩個孩子這件事情上。在他看來，離婚可以，但兩個孩子的撫養權他是不會允許留在這家的。他希望兩個孩子能夠跟着自己。但當時謝霆鋒的條件相對來說比他更好，口碑也同樣如此，法律自然會更加偏向謝霆鋒這邊。為了能夠讓對方把孩子交到自己的手上，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就是自己只要得到了這兩個孩子，連撫養費都不會要他的，自己會努力去給這兩個好兒子好的生活。在這件事情上，人人都以為謝霆鋒肯定不會同意。畢竟當時她所做出的事情還要怎麼惡劣，在丈夫已經給了她一次機會的時候，她還和陳冠希在飛機上合照，這難道不是踐踏丈夫的尊嚴嗎？在她把事情做得這麼過分後，謝霆鋒真的會把兩個孩子的撫養權交到她的手中嗎？從現在就可以看出，她當時竟然真的點頭了。難道真的只是因為對方不要自己給撫養費，所以他才點頭？二、從未說壞話，提及其人品。在這件事情上，大家也是真的誤會了謝霆鋒。對於撫養費這件事，他從來就不會放在心上。哪怕是後來的張柏芝沒有讓他給過撫養費，他也仍然會對孩子進行金錢方面的彌補。那既然和撫養費沒關，他為什麼還讓兩個孩子留在當時口碑不是很好的前妻身旁？這就得提到他在離過婚之後對前妻的評價了。在他看來，張柏芝的私生活確實受到了很多的熱議，但這並不代表她是一個不合格的母親。在他看來，她是可以帶好孩子的。同時，他也非常感謝前妻在照顧孩子的時候，沒有在孩子面前說自己一句壞話。也正是因為他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兩個孩子對父親也一點都不反感。從很多小細節就可以看出，孩子也非常喜歡和謝霆鋒生活在一起。比如在得知父親要帶着自己去日本滑雪的時候，兄弟兩人也喜笑顏開。後來在了解到父親時隔20年再開演唱會的時候，兩人也特意去到了香港。從這些細節就可以看出，父子三人儘管這麼多年沒有生活在一起，感情仍然是有的。
謝霆鋒也知道這一切其實多虧了前妻，畢竟孩子長時間和他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一直在孩子面前吐槽他，那他肯定是沒有辦法再次見到孩子的了。但張柏芝並沒有這樣做，這也讓他明白自己當初把撫養權交到他手中，確實並沒有做錯決定。對於張柏芝的這一種付出，不僅前夫放在眼裏，3個孩子也同樣如此。在今年母親節的時候，他的3個孩子還特意給他準備了驚喜，這也是為什麼張柏芝在發視頻時露出了相當燦爛的笑容的原因了。在他看來，3個孩子現在這麼懂事，自己之前所扛住的壓力都非常的值得。要知道當初他在把孩子的撫養權全都奪到自己手上的時候，他的壓力也是很大的。現在來看這一些苦難終於成為了過去式。3. 不願被提及，時刻保護隱私。在娛樂圈這麼多母親當中，張柏芝絕對也是一個對孩子很負責的母親了。為了保護好孩子的隱私，張柏芝也不會像某一些人一樣過多的讓孩子在鏡頭面前露臉，尤其是對最小的這個孩子，他一直保護的是很不錯的，就算是孩子出現，都會立馬打馬賽克。他知道外界對自己這個孩子的議論度是相當高的，所以也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保護好孩子。他並不願意過多的在鏡頭面前提起孩子的這個父親究竟是誰。在他看來，大家並不需要知道這一點，只要明白自己在孩子的身旁，孩子就不會受到欺負就可以了。看完他對待這幾個孩子的態度之後，很多人也覺得這才是真正合格的母親。雖然說他在感情生活方面可能確實一直都是他人紛紛議論的對象，但最起碼在母親這一角色上，他非常的合格。你認為這3個孩子能記住他的付出嗎？